青秀山唔單止係城市入面一個茂密嘅植物園區，歷史上仲曾經有名人踏足過呢度。既然南寧係一座以植樹見稱嘅綠城，咁青秀山咧就係一個城市嘅肺部啦。阿昌，所以我話我帶大家嚟呢個團咧，直頭係幫大家慳咗4、5千蚊有多。文英何出此言啊？嗱，我哋今次嚟南寧咧，高鐵飛先至係300-400蚊一張，但如果飛去瑞士咧，我睇過啊，依家機票起碼要5-6千蚊啊！咁即係點啊？咁都唔明，即係話我哋嚟到南寧青秀山呢度已經可以呼吸到咁新鮮嘅空氣，又何須要飛去瑞士山區咧？咁係咪幫大家慳咗大筆錢先？南寧山區費咪就係咯。青秀山絕對唔係一個名不經傳嘅地方。早喺晉代，道教嘅人物、醫學家郭洪嘅弟子羅秀就已經嚟到青秀山修行。明朝嘉靖年間，哲學家王陽明亦都曾經帶兵到廣西平亂，而佢嘅學生歐陽瑜亦上過青秀山，仲留低咗石刻喺度。龍象塔係青秀山嘅標誌，山上面有一座8面9層高嘅古塔喺度，確實係為景區平添咗幾分古雅嘅詩意。但係其實呢座53米高嘅龍象塔係1987年復刻嘅。咁原本嗰座龍象塔又點解會冇咗呢？首先，龍象塔係由明朝進士蕭雲舉所興建嘅。去到天啟年間，因為塔頂俾雷電擊中而冇咗2層。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當時嘅政府由於擔心龍象塔會成為日本空軍轟炸南寧嘅目標，於是就下令將整座古塔清拆。直到1987年，市政府先至按照明朝嘅建築風格重新興建龍象塔。今日青秀山已經係南寧一個熱門嘅旅遊區，特別係中意自然生態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因為據講青秀山入面保存嘅植物多達5300種，同時亦按照佢哋嘅種類同風格規劃喺唔同嘅景區入面。按照官方網站嘅資料，青秀山有35個大大小小嘅景區，而依家我哋就沉浸喺以華麗唯美取勝嘅葉子花園入面。喂，阿昌，真係好唔錯嗬！冇錯啊，特別係我哋平時生活喺一個空氣污染嚴重又充滿住壓力嘅環境下面咧，入青秀山，沐浴喺一片植物同埋花海入邊咧，真係成個人好似叉咗電咁，精神晒。同埋我覺得最正個位係咧，青秀山唔單止有花有樹，仲要係一個有古仔有歷史嘅地方，可以喺一個咁自然嘅環境入邊吸收知識，真係特別入腦。